这个海龟风台路线是风沙无涨。昨昏下晡，伫咧台东的东河乡登陆了后，暗时8点为高雄主管出海。今仔日透早3、4点的时阵，风台中心搁为高雄登陆2届，而且伫咧透早5点减弱做轻度风台。不过这嘛久长风台影响咱台湾的时间。今仔日中昼进前，包括南部、甲东半部，还有金门等等的所在，拢要注意可能会透风落雨。路边的树仔倒甲外国起沙，风正透，雨正大，水拢袂灰小透，规条路变做溪。海龟风台中心伫礼拜下昼3点40对台东县的东河乡登陆，不出现16级的阵风。我都好想哭，好想哭哦！对啊，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台风，这个经历太恐怖了。今日路线又来海基的海葵，正做4年来第一个登陆台湾的风台。初三暗8点自高雄的主管出海，不过今仔透早3、4点左右，风台中心又搁回头自高雄近海第2遍登陆。伫今仔透早5点减弱成做轻度风台，南部地区也拢出现7级到9级的阵风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台风在经过中央山脉之后，其实受到陆地的破坏，结构上已经有比较减弱的现象。不过整体的对流还是蛮旺盛的，其中在比较靠近中心附近的比较强的对流，在过去几个小时一直影响到南部地区。海葵威力减弱，不过影响的时间会久长。今仔日中昼进前，海葵的暴风圈也是看伫咧花莲、台东、台中以南的陆地，一个平湖、金门，风雨也是正大。这么伊是向西北西方向行向台湾海峡南部，一个注意的是有一个较强的对流云系自外海慢慢向花莲、宜兰这边挖来。这个对流云系为这些地方也带来了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比较大的降雨量，而且在这一段时间，花莲也出现了9级的阵风，因此在东半部的风力虽然没有像傍晚之前这么强劲，但是整体的风雨还是持续的。因那北部加马祖地区也是有强阵风，风一阵一阵。气象局讲，海葵风台强度有继续伫咧减弱，而且暴风圈也有救水，但是民众也是要注意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